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石文。咁今日介紹新港城一個兩房單位啦，實用面積338尺。咁呢個單位嘅間隔咧就係眼景房啦。咁有啲人咧就會將個洗手間咧就移咗去個門口咧移咗去廚房嗰邊，咁個廳咧就闊落少少，可以擺到梳化同電視機嘅。咁唔阻大家啦，大家睇下單位入邊嘅間隔先。好啦，呢個上車盤基本上入到門口客飯廳，咁有啲人咧會將個洗手間呢度門咧就封咗嘅，就變咗喺呢度入，喺呢個廚房呢度入，呢個位置開翻到門，而家變咗個廳呢個位置咧就長啲，梳化可以擺呢度，電視機可以擺呢邊。咁呢邊就係客廳，呢邊就飯廳。咁成個單位好用好多啦。咁洗手間係個名廁嚟嘅，廚房。客廳係景觀，望返馬鞍山市中心。睡房。嗱，大家咧可以見下個門口嘅，呢個門口闊啲，呢個門口窄少少嘅，但係兩間房差唔多大細。如果大家對新港城嘅盤有興趣，或者對全個馬鞍山中心嘅盤市中心有興趣嘅，都可以 call 我聲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，等你電話。